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资深的媒体人周玉蔻，顶礼拜 PCR 体检阳性确诊，目前也咧居家隔离。伊是伫个面册一直来公布伊家己做快筛的结果，讲筛10届拢是阴性。伊佫讲，甲伊接触的人嘛拢是阴性。伊怀疑当初新北市联合病院为伊做 PCR。 无小心，互伊的检体遭受到污染，伊才会阳性确诊。讲因为安尼，台北市卫生局佫特别安排医生到因兜重新甲做 PCR， 结果真正是阴性无确诊。周玉蔻讲伊真感动，但是引发着外界的质疑咯，有特权。这个新北市联合病院早起嘛发声明来反驳着周玉蔻的无确诊，讲这个周玉蔻共一份的检体，经过2台的机器的检验，结果拢是阳性确诊，病毒的数值29.3。 各位听了不觉得毛骨悚然吗？原本后周玉蔻惊到的是伊才阳性确诊，不过昨暗时伊伫面册发文章讲，关键解密时间到啊。经过10摆快筛阴性了后，疾管署台北市卫生局才规定替伊重新安排采检。透早10点，台北市万丰病院家医科林永琴主任又把市卫生局安排来问到采检。透早发文章，周玉蔻独家重大宣布，万丰病院替我采检上新结果阴性，我从来无确诊，我有证据显示新北联医甲我的检体感染，批评新北防疫人员人无够，指挥系统混乱。指挥官陈市长袂当阁放新北市长侯友宜用嘴来防疫，请求指挥中心进驻新北防疫中心。不过问题来啊！ 除了倒伫眠床、湿地等等特殊状况的人，病院到厝内采检或者是注疫苗，周玉蔻竟然当互医生亲身到厝内服务，感受特权。疾管署讲和因无牵连，万丰病院讲是经过台北市卫生局同意才去，这是医生个人的行为，病院嘛开始调查。台北市卫生局讲原本已经有派防疫客停车，不过周玉蔻已经自行联络万丰病院医生到厝内采检，万丰病院嘛通报卫生局，卫生局评估中央通知本案爱理采，而且 防疫客停车容量有限，所以同意不是卫生局主动安排。他已经联络万方医院，那万方医院也愿意，但我这个也不是说不可以，不过我们不鼓励这种行为。来我们医院做 PCR 的检测，结果是阳性，经过2个仪器的分析，结果皆为良性。同时，我们也将该检体 送到昆阳实验室去做复验，结果一样是阳性。新北联医讲，新北市三重埔院区检验实验室拢是经过美好部有昆阳实验室认证，阴性、阳性，即马上讲的者会当相信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